各位同道，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咧，我喺度咧介紹呢個合家拳，將合家拳嘅歷史啊，同埋佢一啲技術特點啊，咁樣做一個簡單嘅介紹。首先要講明一點嘅係，我喺呢度咧唔係作為一個授業者啊，而係咧應該講話咧，我有一個將呢個拳作為一個介紹啊，因為咧呢個合家拳嚟講咧。我作為我本人，作為自己本人嚟講咧，我覺得自己都仲唔係話有好水平，唔係好高啊，所以咧就係為咗發揚光大呢個合家拳啊，使大家能夠得到更廣泛嘅了解同知道啊。咁我作為一個介紹啊，呢個係主要嘅啊。咁根據一啲文字資料嘅記載啊。合家拳咧嘅產生係喺明朝嘅中葉嘅始創者咧就係西藏嘅一個喇嘛，叫做阿達陀尊者呢個係呢個阿達陀尊者始創嘅。咁後來咧阿達陀尊者咧又傳俾佢嘅得意弟子多羅吉坦尊者。咁一直到咧一路咁傳落嚟，到咧明朝滅亡。清朝建立啦，咁咧西藏有一批即係精通呢一門武功嘅僧人咁咧就應邀入呢個清廷入去成為咗一個護衛武士，即係呢班僧人入咗呢個皇庭以後咁咧就喺皇庭咧就流落咗呢一門嘅武功。喺當時清朝嘅皇宮貴胄貴族嘅弟子嗰啲親王咁樣，好多人咧都曾經練習過呢啲門武功嘅。相傳嚟講，咸豐皇帝就練習過呢啲咁嘅門武功咁一路到咸豐嘅末年一個叫做金鈎禪師，亦叫金鈎大學嘅僧人。就咧，佢協記從呢個川藏南下呢個廣東，就入住喺而家肇慶慶雲寺入住主持咁喺佢呢個主持嘅期間，佢就教落咗一個另外一個僧人俗名咧就係叫黃飛龍別字叫隱林咁一般嚟講後來嘅人都話叫佢黃隱林。咁黃隱林咧喺呢個習演跟呢個升龍長老學藝之前，佢係一個即係洪拳嘅名家嚟嘅，本身就係練洪拳練得相當好嘅。咁跟咗升龍長老學呢一門技藝之後佢嘅更加嚟講，佢嘅武功更加嚟講精進喺呢個後來咧，慶雲寺俾大火燒毀咗咁咧冇辦法啦所有僧人都散啦。咁呢個黃飛龍咧就還俗升龍長老咧就雲遊到咧呢個南海縣嘅麻車鄉嘅寶障林寺入住咗嗰個寶障林寺，一直到咧呢個喺寶障林寺圓寂嘅升龍長老就咁。黃隱林咧還咗之後行走江湖經歷過無數呢個嚟講咧威震粵海武林被稱為咧即係當時有一個講話叫廣東十虎，佢係其中之一譬如鐵橋山黃隱林嗰啲咩郡王周德泰等等嗰十虎，佢係廣東十虎嘅其中之一。咁佢開館授徒嘅時候為咗紀念自己呢個師傅金鈎大俠所以咧就將呢門咧
武功咧稱之為合家拳，咁就一直咧就傳咗幾代。呢幾十年嚟合家拳咧經我嘅師傅鄧錦濤老師同埋嚟講佢嘅公子鄧振光師傅咁嘅教習同埋傳播，咁咧喺廣東嘅地區就流傳比較廣泛。咁同埋咧喺國外比如法國英國美國新西蘭荷蘭等地都可好廣泛嘅流傳，都係我師傅教出嚟嘅一脈。咁講到我師傅，介紹到我師傅本人鄧錦濤老師，佢原本咧就係幾代人家傳幾代嘅洪拳嘅名家嚟嘅。我師傅嘅父親鄧龍更係有南方郡王嘅稱號。由於我師公鄧龍佢覺得合家拳係一個好嘅拳種，所以於是咧就咧叫我師傅咧就去呢個黃隱林嘅門下嘅嚟講去學習呢個合家拳。咁本來我師傅就已經有相當深厚嘅家傳嘅武藝呢個功底咁再加上練習埋合家拳，又經過苦練，咁於是咗咧就形成咗咧集洪拳同合拳一身嘅呢個武術家而且由於咧佢傳播合拳嘅時間同埋嘅廣泛程度比較廣。咁咧，往往嚟講咧，就反為嚟講咧，有唔係咁多人知道佢原來就係一個洪拳名家，又係一個洪拳名家咁咧就實際嚟講咧，我師傅係洪拳合拳都係有相當高深嘅呢個造詣嘅咁我師傅咧就曾經呢個合家拳裏邊合拳呢一個就係我師傅嘅公子鄧振光師傅。呢個拳號小羅漢拳就係咧演練出版嘅呢本書出嘅呢本書，就係我師傅鄧錦濤老師本人由於呢個篇幅嘅原因，我唔可以作好詳細嘅講。喺呢一本2007年第10期嘅武雲裏邊，我本人嚟講咧就對合拳嚟講咧發表過咧比較詳細嗰個論述有機會嚟講咧大家可以揾嚟睇一睇。講到呢個合家拳嘅風格特點佢咧就係咧一種咧，佢嘅從形態上嚟講，佢屬於一種殼型於是嚟講咧，佢係一種大開大合揮臂兩個揮臂如鞭呢個出拳猛烈，力重調沉有開碑裂石之感恨天無處，恨地無環佢係一種咁嘅風格嘅特點嘅拳種而且佢要求除咗兇猛之外手法極為兇猛之外，佢力求嗰個速度要好快呢個嚟講咧，可以話咧，佢要以咧排山倒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演出排山倒海之勢咁加上咧佢發聲助力而同埋拳勢嚟講猛烈所以咧就有開拳則山岳崩頹，呼喝則風雲變色咁嘅風格特點咁呢一種拳嚟講咧，適合嚟講身壯力健嘅人練習嘅，由於佢比較消耗體力咁但係從呢個手法上佢並不花哨好簡單啲手法但係嚟講咧就係力求佢嘅力量速度步法身法嘅靈活咁所以大家喺練習嘅時候咧，對基本嘅功法嚟講咧，一定要嚟講咧呢個比較熟練之後再嚟一步步咁樣走咁先嚟講咧
容易嚟講把握呢家嘅功夫啊。咁合家拳咧就簡單介紹到呢度。好，而家咧首先先講一下啊合拳嘅內收功法。咁佢講嘅一種內收功法咧，佢其實佢有幾個功能。一個咧，佢有氣功嗰個性質喺度，通過呼吸嘅調息啊，呢個係一個功能啊，調息一個呼吸。第二個嚟講，將筋骨整個身體嘅臂啊、腳嘅韌帶啊、腰啊等等啊，咁嚟講咧，將佢拉鬆啊，即係亦都可以話咧，作一種咧運動前嘅預備運動，亦可以咧作為一種平時一種養生嘅養生修煉嘅一種功法即係單獨咁樣，亦都可以佢具備咗呢幾個功能啊。而家開始，佢總共咧8個式啊。第一個式雙龍出海，係兩隻手向前提起咧，呢個係自然嘅，唔好話繃硬隻手係自然。呢兩個關節咁樣提起之後向前伸，向前伸咧就並唔係用隻手向前伸，而係咧將個背脊向前嗰個肌肉向前伸。側面睇，向前伸進，將背脊呢個肌肉唔係話用隻手咁嚟向前伸手，唔係伸隻手，而係提起兩隻手向前，將個肌肉咁樣伸着咁樣送出去，將背肌送出去呢一式腳稍微嚟講叉開，大約係肩部咁闊同肩雙龍出海。第二式二虎潛藏，兩隻手反轉向後拉，咧係將佢盡量向後拉盡，盡量向後拉盡嘅時候，個胸咧自然嚟講咧就向前呢個膨脹啦咁樣咁側邊睇啦，前伸嘅時候背向前送後拉嘅時候拉盡胸挺起啦。咁咧就一個向前向後，實際咧主要嘅運動唔係或者手運動，而係背同埋胸嘅運動。呢個係前後第三式呢個係向上嘅叫做直雙龍出海，二虎潛藏。第三式直衝霄漢，向上插，一路插就將條腰一路拉直係一種咁嘅形式向上插好盡啦，插盡啦，趌腳五隻腳趾抓住地下拉盡，向上拉盡。好，下一式經過後邊呢個頸呢個位置向下壓叫井底明堂，向下壓嘅時候就實拉呢個韌帶啦拉呢個韌帶啦，向下壓4個式連續做一次。雙龍出海，二虎潛藏，直衝霄漢，
井底明堂。下式懷中抱月，兩隻手向外撥，咁樣向外撥啊！盡量嚟講，有幾外向幾外，兩隻手盡量向外咁撥，一撥到盡嘅時候，好企起身啊！兩隻手抱翻上嚟，懷中抱月啊，抱到喺呢個腹部嗰度。一路提上嚟，將個氣向上反腕，向上撐膊頭啊，將呢個脊椎啊咁樣啊，連呢個仰舉天倉啊，再下一式啊，向外右位向外撥，向外撥嘅同時向下坐，三盤落地。拱翻上嚟，最後一式放自然啦，反腕，順手牽羊，拖翻嚟腰間，再隨手向下壓，做一個深呼吸。好，第二次咁好啦，嗱，重複做。雙龍出海，二虎潛藏，直衝霄漢，井底明堂。懷中抱月，仰舉天倉，三盤落地，順手牽羊。深呼吸。嗱，佢呢8個式就係只係佢一個外形動作但係咧，佢真正嚟講咧，你要修煉，佢係要配合呢個呼吸嘅呢個跟住動作嘅譬如雙龍出海，吸氣，拖翻埋嚟，呼氣。再合，吸氣，落，呼氣，向外抹，吸氣，呼氣。吸氣，呼氣，吸氣，呼氣，係一個咁樣嘅配合呢個呼吸一個形式再嚟一個呼吸咁樣。初動作未熟練嘅時候，可以用自然呼吸。動作熟練咗之後，就要嚟講咧配合呢個呼吸。好，而家我完完整整做一次。
好，頭先咧呢個健身八式就介紹完啦。咁有一點咧要講明一下嘅咧，就係假如果你係做，譬如嚟講我練合功夫，作事前嘅呢個預備動作啊，拉鬆下呢個筋骨啊，咁樣咧可以咧就做4次一般。咁如果你係就純養生嘅，即係我唔識功夫嘅，我就係識佢攞佢嚟養生嘅，作為一種健身嘅方式嘅咧，就一般咧一趟咧就做8次8都64下噶啦對運動量都唔細嘅咁大家嚟講咧，不妨嚟講日常嚟講咧做下咁嚟講咧都有好處嘅對個身體。好，而家先講一講合拳嘅基本功法。咁我先從步法講起。由於咧佢合拳咧同其他嘅拳術嘅步法咧係比較特殊一啲，所以我呢度係要着重介紹一下。咁合拳嘅主要一個步法就係橫當步實際橫弓步係咁樣咁嘅弓步橫當步呢啲係叫做直弓步佢係一個橫當步。橫當步咧佢呢個腳係前頭係要扣嘅後腳嚟講係要剪嘅就唔可以咁樣，即係譬如有立人咁就唔啱噶啦，隻腳要後要剪嘅，向外咁剪嘅一個。咁呢個係橫當步仲有一個咁平時嘅直弓步就係有啦，但係咧用得比較少呢啲馬步呢啲呢啲亦係有，亦係用得比較少。仲有一個咧比較特殊嘅步啦，平步就係兩隻腳叉開，就係兩隻腳咁叉開咁呢個係叫做平步。咁平步就係兩隻腳比膊頭膊頭大概咁闊佢嚟講咧叉開啲但係又冇馬步咁大佢就係比膊頭稍微闊啲，兩隻腳咁樣叉開，有一個步法仲有一個咧合拳裏邊咧用得好多嘅，除咗橫當步之外，就係一個蓋插步，因為咧佢係咧大幅度嘅，經常嚟講使用嘅一個轉體向橫邊，咁樣叫做蓋步或者我身體向呢邊嘅時候咁樣走過嚟呢個叫蓋步呢個好啦。有一個叫插步，插步咧就係將呢隻腳向後咁插呢個係插步佢便於轉體呢啲經常一插轉體蓋步亦係轉體佢便於轉體。仲有啦，譬如嗰啲虛步咁樣，呢啲好多家拳都有噶啦呢啲咁嘅步法嚟講咧，我就唔介紹咁多啦。我主要咧大家咧就要着重留意同練習嘅就係一個橫當步，一個蓋插步嘅轉體。首先而家講下呢個步法嘅練習。首先橫當步橫當步咧就係一般嚟講就係一個步幅2、3好啦就大概咧2個半到3個腳嘅腳長自己嘅咁樣個橫當步。好啦，咁呢個咧合拳裏邊叫做車馬咩叫車馬咧？即係車身轉咁樣就由呢個轉再嚟轉再轉再轉再轉。咁佢咁樣練嘅目的就係為咗旋腰呢個合拳佢發拳嚟講，大家都知道係用腰力但係腰力嘅旋轉嘅幅度有幾大，就係呢個問題啦。打個比喻我由馬步轉成弓步打出去嘅拳頭佢個轉腰咧旋腰咧個幅度咧係90度
由呢邊到呢邊90度或者由弓步轉馬步打出去嘅亦係90度。佢而咧呢個橫當步咧轉咧係180度從呢個西邊假設正面係北邊，呢邊西邊東邊咁身由西邊一轉嘅時候轉成向東邊就係180度佢呢個車馬係我哋合拳嚟講步法裏邊一個最基本而且嘅訓練嚟講要係用得最多嘅一個步法如果假如呢個步法嚟講唔練好嘅話嚟講咧，好難打得好嘅。打合拳嚟講佢每一出拳嚟講都一旋腰180度咁出拳咁所以大家嚟講咧，呢個車馬嚟講咧就一定要做。佢車嘅時候係咁樣，兩隻腳而家係踩實嘅。車轉嘅時候稍微後腳踭離啲咁多地轉過嚟轉過嚟啦。呢個腳踭咧又係稍微離一離地轉嘅就向外，但係咧轉嗰時要向外剪隻腳要剪咁嚟踩實如果唔剪嚟講咧，隻腳唔剪嘅時候咧，佢實際發力嘅時候就係靠一剪腳嘅時候，一剪腳打出去呢個力嚟講，一剪一蹬嗰個力嚟講就發出去嘅，係要係一個咁樣。大家所以就要一個車馬嘅時候剪腳一定要有意識，剪腳嗰個蹬一剪一蹬佢就一剪一蹬，一發力嘅時候就係靠呢下嘢咁。但一定要多練，都係定步嘅。好啦，進退進退嘅時候而家右腳喺後邊，左弓右箭右腳向前拖上左腳跟住轉再嚟左腳拖上再嚟咁呢個係進嘅，退嘅又係先喐後腳進嘅下式蓋插步轉體，首先蓋步走過嚟呢邊轉為平步插步轉平步，蓋步轉平步，插步轉平步咁樣。好啦，再嚟啦，走翻過嚟呢邊又得啦蓋步轉平步，插步轉平步，蓋步轉平步，插步轉平步因為佢經常又係用好多轉體動作出手嘅經常嚟講係嘛呢啲嚟講一蓋步呢啲嚟講一轉體嘅時候就打咗去啦，就係咁樣呢個又係咧要多練嘅一插呢啲呢個轉體第三個扭馬轉平步呢個扭馬一扭一挺腳咁樣，就係由於佢為咗全個腰轉180度一扭嘅時候原本係向北邊一扭向咗南邊又係旋腰啦，就係一發錘啦180度再嚟講一吹錘又係180度咁嘅原因，所以咧就要特別嚟講呢啲步法扭馬轉平步呢邊扭馬轉平步呢啲步法嚟講咧就要多啲練習嘅咁如果唔係嚟講咧個合拳係好難打得好。仲有一個擺步，呢個擺步原本多數擺步用於咧喺平步嘅情況底下譬如嚟講我向住北邊而家我嘅步
一轉擺步，隻腳一擺過嚟90度喺呢邊，變咗偏身嗱，跟住佢就用一種閃擊正對方攻過嚟嘅時候一擺步側擊，一種閃嘅佢嗱一擺呢個係呢個嚟講而家我向咗嗰邊啦，一擺嗱又係側邊而家我向呢邊，我一擺嗱又向我側邊係一個擺步一個走過嚟擺擺就係擺，仲有一個擺步呢個叫做擺步甚至乎擺180度都係可以咁呢幾個步法呢啲如果你唔練熟嘅時候呢個嚟講呢啲擺步就係嗱咁樣咁就已經係一路擺步就係同人哋兜圈啦。咁呢個步法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好，而家介紹呢個合拳裏面嘅單練嘅14式呢個單練嘅14式咧係一個合拳裏邊嘅基本手法呢個通過呢個單練嘅純熟之後，再上套路咧就係即係比較容易。如果嚟講唔經過14式嘅單練手法嘅14式上套路嚟講咧係好難打得好嘅而家先介紹第一式舉頂拋錘大家睇下嗱，合拳嘅一般佢嘅預備式亦都係佢嘅格鬥式、格鬥裝式，一般係咁。前頭後邊握拳，前頭係所謂嘅叫合拳裏邊叫做發指，一個預備式係咁樣，係一個咁樣嘅式。好啦，第一式舉頂拋錘嘅時候，佢係咁樣我先做一次。咁佢嘅要領係乜嘢咧？佢係前手向下割，向下咁樣割，後手一割嘅時候，後手向斜嘅方向，斜方唔係嗱呢一個咧，我有說明。有時咧，我見到有啲人打咧，佢往往嚟講咧有一個誤區。佢以為嚟講隻手咧就係咁樣喺呢度，喺呢個垂住呢個邊咁樣上呢個嚟講咧起唔到咧使用嘅作用嘅。呢個係咁樣，佢係呢個一個手落嚟係向斜方隻手，係喺呢個斜嘅方向咁樣抬上去再嚟向下割，向斜上去抽上去又係嗱割抽割抽割抽割，向斜方咁樣向呢個斜方咁樣抽上去，再舉起上割落嚟。好啦，有一個要點就唔好咧手還手做身還身做呢個手還要係形成一個整體，由車馬到全腰咁嚟去一割落嚟嘅時候，車馬旋腰嘅時候，一割落旋腰帶動咁樣嚟咁抽上去割咁有一個提醒嘅，喺當初一般喺早期練習嘅時候咧，即係身同埋步法、身法、手法你協調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嚟講咧，先唔使握拳，放兩隻掌，放鬆，唔好用力，意識始終咧，首先仲係喺個步嗰度先如果咁咧，咁先容易協調嘅。打個比喻，我放鬆兩隻手，我唔用力嘅，但係咧，我嘅意念嚟講係車馬車馬車馬
車馬，意念先喺隻腳度，唔用力啊，咁咧先容易做到身手協調啊。如果唔係咧，一下子用力咧，就好容易造成咧手還手喐身係冇聯繫嘅隻手咁樣，咁嚟講就就唔協調噶啦啊，咁樣咁就先放鬆唔用力做到協調，個人協調之後，好啦，先再用力一個抽咁先再用力，咁呢個係定步嘅定步之後就要走步打啦一個退步進步咁樣打，而係要咁樣，呢個係舉頂拋錘。佢嘅動作要領係乜嘢咧？你一舉起嘅時候，呢度全部空晒噶任人攻擊噶嘅情況底下你一抬抬起嘅時候，由呢度空，所以你一發呢個後手嘅時候呢，呢手就要隨手落啦將對方嚟講一嘢割開，一割開嘅同時呢隻手打上去啦就係一個咁樣，成一個即係兩個車輪兩個葉嘅時候，呢塊葉向下，呢塊葉就嚟啦你成一個咁樣嘅原理呢式舉頂拋第二式撲翼手首先講一講再補充講一點，合家拳嘅特點，佢有別於其他嘅拳法比較特殊一啲，除咗步法用橫當步蓋插步呢啲步法即係比較用之外咧，佢大量嘅使用咧係用拳背一般拳術攻擊他人嘅時候，多數係用拳面拳心呢啲多，但係合家拳嚟講咧，大量嘅使用拳背，使用拳背嘅手法，甚至乎可以比用拳面、拳心仲要多。佢嘅特殊嘅地方呢個就喺呢度第二式撲翼手撲翼又做一個預備式，撲又係車馬嘅時候，兩隻手抽上嚟好似呢個係側面睇係一個咁樣用呢個拳背或者如果距離近嘅一勢就已經係到呢個位啦，已經係距離遠嘅就喺呢度，距離近嘅如果係對手係咁近距離嘅時候，就到呢度啦。呢係一個咁樣嘅嚟講咁呢個撲翼手一撲好啦，又係一點，未純熟掌握嘅時候，未協調嘅時候，又係先放鬆意念先喺車馬嗰度放鬆唔使多用力先放鬆車馬咁樣好，呢個咧就正撲翼，好，仲有一個側撲翼亦叫做扯線錘咁樣，好，佢係先係撲起再轉向呢邊咁樣再嚟握拳頭嘅係咁樣一個動作，咁一撲直弓步，好啦，再一轉身嘅時候，左腳呢隻腳一挺，呢個要挺上去，呢腳要咁樣挺上去咁打呢個嚟講咧有一個呢個叫側撲翼，亦叫做扯線錘咁你初未純熟嘅時候，亦係放鬆，先係練步法嘅意念咁樣呢邊又係
啊，咁樣熟練之後再發力。啊，仲有一個啊，翻花撲翼。啊，翻花撲翼係乜嘢咧？啊，我先做慢動作，先係一個撲翼，再嚟一敲手，咁打上去。啊，再嚟呢邊嗱，一撲。啊，呢個叫翻花撲翼。啊，好嗱，就係第一撲，再嚟嗱一交叉手撲，啊俯一俯身，啊再一撲，啊再一交叉手，嗱咁樣呢個叫翻花撲翼。啊咁初初呢個可以你作為兩個式。啊，純熟之後你可以當為一個式。點解咁講咧？嗱，咁樣一撲，再一撲，兩個式，呢個係。好啦，你純熟之後一個式，第一個式成個過渡動作，啊，就成個過渡動作啦。咁咧呢個又要講你個純熟嘅程度啦。呢個就啊，呢個叫翻花撲翼。一面睇一次。啊，呢個就係翻花撲翼。仲有一個啊，蓋步撲翼。嗱，點咧？啊，開立步，走蓋步。嗱，我先講步法，過嚟轉體。啊，點咧？嗱，啊，再轉體。啊，呢個啊，插步嘅。啊，兩邊都係一樣，插步嘅。啊，咁破手而家嗱總結係4種嘅訓練方法。第一個正撲翼，啊呢個，啊第二個扯線撲翼，啊呢個啊呢啲扯線撲翼，啊第三個翻花撲翼，啊。啊！如果握拳嘅就咁未純熟嘅嘅時候，先放掌放鬆，唔好用力，先注意步法先。啊！呢個係第二式，第三式啊，直捶。嗱，呢個直捶嘅時候，前手啊重拉，呢個把翼一拉嘅時候，一拉上嚟都打開啊！再嚟呢一手轉車馬嘅時候要重拉，一拉啊，再嚟吓重拉啊，呢個嚟講咧，所謂重拉輕出，呢一手重拉，呢一手輕出，但係咧輕出嘅過程中咧就要運鬆落緊，即係個運動過程係鬆嘅，到點嘅時候緊嘅。大家都見過流星錘啊，或者繩標啊之類嘅兵器，一放出去嗰時，嗰條繩係軟嘅，但一打到個點嗰時係伸直嘅。啊，呢個就係呢個原理啊。所謂運鬆落緊，重拉輕出啊。呢啲一齊打咗去啊，一拉啊，呢度一拉啊，呢個咁打。由側邊睇下，你拉嘅時候，打出去嘅時候啊，直捶。我歷來都話。係唔係打出去嘅，係射出去嘅。一拉嘅時候一轉腰嘅時候，呢隻手一拉，一轉腰嘅時候，呢隻手喺度射出去，好似佢本身好似一拉弓咁啦，啊，已經好似拉弓射箭咁啦，啊，好似一放嘅時候，嗰啲條箭喺度咁射出去，所以呢個拳法亦有另外一個名稱叫箭捶，啊，呢個啊呢個啊。啊，每一式都係喺未純熟之前，啊，一定要放鬆，啊，咁嗱，我再仲有一個我要講嘅，佢呢個後手唔係一般嘅咁樣嘅抱拳，啊，而係咁樣，好似一個茶壺嗰隻
柄咁樣嘅，係咁挽起喺呢度嘅，即係一除係咁嘅，唔係咁嘅，係要咁嘅喺呢度，係要咁嘅，成一個咁挽起嘅，咁嘅時候一轉腰嘅時候，一拉翻嚟，一轉腰嘅時候就喺度一射咁打出去嘅，呢度一轉腰嘅時候一拉咁射出去嘅，拳頭就呢個就係直錘。好，直錘，仲有一個練法係扭馬直錘。首先一個平步直錘打咗去嘅時候，再嚟講一扭馬打出去，再嚟一企身喺平步嘅時候一錘，再嚟啦，係咁打，呢個依邊亦係同樣一樣咁打，係咁樣打法，直錘係呢兩種練法，一個係車馬嘅直錘，一個嚟講係扭馬嘅扭馬嘅，有別於其他拳嘅習慣嘅係弓步馬步，呢個係有別於佢係呢個係扭馬平步。第四式吸錘，一個預備式先，先吸錘嚟講係要咁樣握拳頭，唔可以咁樣握，唔可以咁樣，係要佢用拳心擊打嘅。如果係咁樣落咧，就好容易打親自己隻手指呢個拇指，佢係要咁樣嘅，咁樣落，咁落嘅時候提起45度角咁樣，咁樣落嗰個線路係，再嚟講一分手嘅時候一挺腰，條腰一挺，打翻出去，呢個叫做開山邊錘，側面睇，呢邊側面睇，呢個咁左右勢係一樣，首先呢邊一級一邊，再嚟呢邊一級一邊，再嚟一級一邊，一級一邊，好啦。喺呢個未純熟之前，同樣又係先放鬆，做熟手勢，唔好用力字，意念先係車馬，吸，邊，吸邊，吸邊，吸邊，咁熟咗之後，先係再係出力，一級邊，一級邊，好啦，呢個就係講橫步嘅，直步嘅，比如我向正面嘅方向，呢個係直步嘅，佢係咧一個咁樣吸邊，再嚟講轉翻後嘅時候吸邊，再轉翻後吸邊。橫面睇，呢邊直步嘅吸邊，再發轉身吸邊，好啦，我要進步打，走嚟呢邊吸邊，走嚟呢邊吸邊，轉身吸邊，一邊完就吸落去，呢度一咁樣走嚟呢邊，係一個咁嘅打法，可以，或者可以你定步，咁定步落，再可以進步，走步，走步，走步，咁樣嗰個步法，可以咁樣練。問題就係，無論如何，先練熟步，使個身體同隻手協調，如果唔係咧，好可能就係，淨係得個手力，好多時嚟講，我發現喺練習者唔係好注意整體嘅協調，就係得個手力，如果佢咧一吸嘅時候，佢注意整體嘅協調嘅時候，一定要成幅身咁樣發落去，咁佢就呢個嗰個力量就大啦。